聖母進教之後個敬禮咧，可以追溯到咧15世紀，即係梵二之前，就係每一次當教會嘅領袖，即係教宗或者教會受到迫害嘅陣時候咧，教友咧佢哋都好熱誠咁樣投奔到聖母台前，依賴佢嘅幫助，而聖母咧就毫不疑遲地就發揮咗佢嘅母愛嘅職責。例如喺1571年，土耳其進攻呢個歐洲，喺嗰陣時候咧，十字軍依靠聖母嘅幫助，喺雷賓多海戰之中戰勝咗土耳其龐大嘅軍隊。咁咧，當時教宗比護第5世當即將嗰一日，即係10月7日，定為咧聖母玫瑰瞻禮日，鼓勵咧信友念玫瑰經，感謝聖母。從此之後咧，教友對進教之後嘅敬禮咧更加熱愛啦。咁大約咧過咗咁上下1個世紀，當時奧地利嘅首都維也納，亦都咧個教友受到土耳其嘅圍攻。當時咧波蘭王子帶咗一小隊嘅軍隊，突破咗呢個圍城嘅軍隊。咁咧教宗伊諾森第11世即刻定嗰一日為聖母聖名嘅瞻禮，全世界嘅教會咧都慶祝。咁過咗1年，教宗咧就批准教會成立呢個聖母進教之友善會啦。大概又過咗1個世紀，法國嘅將軍拿破崙，佢居然之間咧將教宗從羅馬擄到去法國，但係喺1813年佢被打敗。1814年，教宗比護第5世咧光榮咁樣凱旋地回到羅馬，佢就定咗嗰一日5月24日為聖母進教之後嘅瞻禮。呢個瞻禮咧從此一直至到而家啦。至於呢個敬禮咧，其中一個推廣嘅人物就係慈幼會嘅會祖鮑思高神父啦。鮑思高神父咧，藉着聖母進教之後嘅祝福，為青少年，特別嗰啲有需要嘅青少年咧，創立咗慈幼會。而且喺1868年，佢喺都靈建造咗一座聖母進教之後大殿，同時咧亦都創立咗一個叫做聖母孝女修會，就係而家嘅母幼會，藉以繼續宣傳聖母進教之後個敬禮。